让这么多人眼巴巴望着，为什么？秘诀啊，是肉又滑又嫩，皮是带 Q 的。假日的话，很早就卖了，所以我们假日都要先订。香 Q 弹牙的新鲜滋味，让很多人远道而来。为了搭配现代人的生活习惯，传统小吃也跟上流行。以前是一开始就是让人做早点，现在就是说我们就一直做到中午，大概就是12点10分左右。早年农业社会劳力密集，需要一次就能饱足的扎实。老板娘詹小丽说：“熟客们怀念着家乡味，不登门心不快。”人家都说我们这是娘家店，因为每个客人就像嫁出去的女儿一样，好像一放假就赶快要回娘家，然后回来吃我们苗栗这种美食啊，可口的想自己家乡味的味道就对了。熟悉口味连接着熟悉情感，60年之后第3代接手依旧不改变。因为这是传承下来的，所以口味都会抓得很准的，一代一代教下来。当年阿婆沿街挑担的竹篓高挂墙边，像磁铁吸引客人络绎不绝。做爸爸又吃这，生儿子又吃，孙子又吃这，3代人了。来吃的人客人啊。所以我就说亚董牛肉丝跟米西，这很有古早味。阿婆搞矮啊，阿婆啊。我说而邊係阿婆講嚟嘅，而家係咩什菜啊，阿奶魚啊。3代了，对不对？走在这个狭小的巷弄里，其实远远的就人声鼎沸，因为永远都是这样的景象。这家看似平凡的小店，用扎实的口味，3代相传，证明了自己存在的地位。亚董牛肉絲嘅米絲，而邊係阿婆講嚟嘅。亞董牛肉絲嘅米絲，而邊係阿婆講嚟嘅。